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开始今天的读经，我们请处于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恭敬把以下圣经共读的时间交托在主手中，求主赐下恩典，打开我们的心，暂时放下其他的事，用片刻的时间让自己安静，并专注集中心思来领受神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历代志上的第12章，昨天我们读完了11章，可以知道这是大卫他如何成为全以色列的君王。那在11章之前，在撒母耳记下的1到4章，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家和扫罗家的征战，但是历代志就强调这边历代志强调的是大卫如何做上王，然后约押如何成为元帅，以及在大卫的勇士名单当中，从当初亚杜兰洞的400多人，到后来有30个领袖，然后有3巨头，那这当中有超过30人甚至40人以上的名单都跟随在大卫。那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各地而来。那他们并不单属于是以色列支派，甚至还有不同的支派。那他们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来投靠大卫，而大卫也带领他们来在这旷野当中能够继续来寻找上帝的旨意，直到大卫他真的做王。那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12章。12章呢是讲到了在撒母耳记上他快要结束的就是扫罗快要过世之前，大卫如何躲避扫罗的追杀，然后这些跟随大卫的人。那其中有1到7节讲到的是大卫在喜革拉，就是到非利士人的境内他好像是投诚，他好像是向敌人来输诚，但是他却在这当中保持他的奋进，然后有一批人来跟随大卫。8到15节是在大卫在旷野的山寨时期，那有一些迦得支派的人来跟随他，也都是勇士。16到18节是便雅悯还有犹大的名单。那19到22节是大卫在非利士人打战的当中，也有跟随他的马拿西支派的人。那这些人的名字呢，都有被记载下来。后面的12章的下半段23节到40节讲到的是大卫就是重复我们昨天11章的上半段，这一些来拥护大卫成为整个以色列国君的这些各支派的人，他们都是带着勇士带着武装的士兵来见大卫，所以加一加总共有34万多人。那大卫也在这群众的拥簇之下，他当上了不是只有犹大王，而是全以色列的王。那就结束了这个名单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会进入到13章大卫跟上帝之间迎接约柜进耶路撒冷的事件。好，那么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从第12章的第1节来读到第7节。请处于长老带我们来读。好，大卫住在喜革拉，躲避扫罗王的时候，许多能征善战的兵士来投奔他，他们能用左手或右手射箭、甩石头。他们跟扫罗同族，是便雅悯支族的人。亚比基人示玛的儿子亚希以谢和约阿施是他们的领袖。以下是这些兵士的名单：亚斯玛威的儿子耶薛和比利，亚拿图人比拉加和耶户，基遍人以实玛雅，他是杰出的战士30勇士的首领之一。基底拉人耶利米、亚哈西、约哈南和约撒拔，哈律佛人伊利乌塞、耶利摩、比亚利亚、是玛利亚和是法提亚，可拉族人以利加拿、耶西亚、亚撒列、约以谢和亚硕班，基多人耶罗汉的儿子尤拉和西巴蒂亚。4到7节并于上节。好，谢谢。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23个人的名字那这些有做括号就是他们也是列属在30勇士，其中有几位是在30勇士当中的领袖或是首领。那第1节讲到这是大卫住在喜革拉，那什么时候呢？就是他躲避扫罗王追杀的时候。
所以许多能够征战的士兵都来投奔他。好，那这一段时间呢，是可以对照是撒母耳记上的27章1到12节哦。那这一段呢记载的就是大卫他人生最低潮的时期，就是讲到他被扫罗追杀，然后他被放逐，甚至必须要去投靠敌人。好，所以我们大概简单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27章，大卫心里想说，好，扫罗王一直处处要置他于死地哦，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会落在扫罗手中，最好还是逃到非利士。好，那扫罗会放弃在以色列境内搜寻大卫，大卫就能够摆脱扫罗的毒手。于是大卫就带着他的部下有600人，好，那时候在旷野当中，已经人数越来越多，甚至有600人投奔到加特王，就是雅吉哦，这加特王是非利士的境内。大卫带着部下家眷跟雅吉一起住在加特，甚至他有2个妻子，一个就是亚希暖，一个是拿巴的遗孀加密这个亚比该或是艾比该。那扫罗听说大卫逃到敌国去，就放弃搜寻他，因为他也不能够派人去。而大卫对雅吉王，就是加特王雅吉说：“王若把我当朋友，请赐我一座容身的小城，不要让我跟王一起住在京城。”所以大卫讲话很有技巧，让大卫他有这600个人投靠他，他能够有自己的地方，所以就有了这个喜格拉，就是今天这个经文，大卫被放逐到喜格拉，从此喜格拉就属于犹大的王，所以喜格拉即便在大卫回去之后，因为被大卫治理过，本来是非利士人的地，那就属于这个犹大区啊。喜格拉，我们看这张地图，它是已经靠非利士人的境内，也是相当靠海的这个加萨走廊的地方哦。而大卫做王他在这时候他没有做王，他做王是回到希伯伦了。所以喜格拉后来也跟着大卫归顺在希伯伦，在犹大的治理之下。大卫总共在这个地方呢住了16个月，就是1年又4个月。而这当中呢，大卫他也真的投靠这个加特王雅吉，甚至还为非利士人出去征战。但是重点在这里，他有没有去打自己人呢？我们来看这段时间呢，大卫呢带领他们去攻打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甚至到苏尔到埃及哦。好，那大卫他并没有去打以色列人，也没有去打犹大人，也没有去打扫罗，而他就是一直去打其他的外邦人，帮着非利士人，甚至呢，他也杀死了所有的男人、女人，掳掠他们的羊群、牛群、驴、骆驼，衣服也拿走。每次大卫打完仗回到雅吉那里，雅吉问他：“你这回突袭什么地方？”大卫都会说谎，是去犹大的南部，或是去耶拉灭部落的境内，或是基尼人住的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因为他就要让雅吉王、非利士王相信大卫是效忠于他，所以大卫他也愿意打自己人，所以雅吉王真的相信，他就说大卫是被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所痛恨，所以大卫就会一辈子来服侍他。所以这是那时候为什么大卫能够去突袭这么多的地方，能够去打败亚玛利人，打到埃及去一直从打到埃及去，因为有这些历代志上12章这些人的名单，其中有部分呢是便雅悯支派的。接下来呢，除了便雅悯支派，第8节到第15节是迦得支派。好，我们再请朱议长带我们来读8到15节。好，大卫在旷野要塞时，迦得支族一些英勇善战的兵士加入大卫的阵营。这些战士都是擅长使用盾牌和矛的人，他们像狮子那样凶猛，像山鹿那样敏捷。他们的名单按官阶排列如下：以薛、俄巴底亚、以利亚、弥施玛拿、耶利米、亚太、以利叶、约哈南、以利沙巴、耶利米、莫巴纳。10到13节并于上节。这些迦得支族的军官，有的率领1000兵士，有的率领100兵士。某年正月，约旦河的水涨过两岸，这一群人渡过河，赶散住在河东和河西两岸的居民。
好，谢谢。好，那这里虽然只有提到11个名单哦，但是这11个人呢，一个最小的11莫巴奈，他可以以一挡百。好，大的呢能够以一挡千哦，好，或是说率领1000人。好，那就也是虽然这只是一个迦得支派其中的勇士，形容他们像是狮子，形容他们的动作敏捷，像是山上的鹿那么样的矫捷。好，而这些人呢是雅各的第7个儿子，好，就是迦得所的后裔后代，他们也跟在大卫的身边。那这些的人呢，这些的名字呢，好，是圣经当中唯一出现，好，并没有在其他地方可以做对照，所以在历代志呢，也把这些人的名单，好，也补了进去。接下来我们再来读16节到第18节。有一次，便雅悯和犹大支族当中有一群人到大卫的要塞投奔他。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做盟友来帮助我，我欢迎你们加入我的阵营，我无意伤害你们。如果你们想把我出卖给我的敌人，我们的祖宗上帝会知道，他要惩罚你们。上帝的灵感动他们当中的亚玛赛30勇士的首领。他喊着说：大卫啊，我们是你的人，耶西的儿子啊，我们站在你这边，祝你和你的盟友都成功，你的上帝是你的帮助。大卫欢迎他们，派他们在他军队里当军官。好，刚才提到这些迦得支派呢，他们不仅会打仗，还会游泳。所以当河水暴涨，约旦河的河水暴涨，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区一年只有短短的雨季，好，只有那几个礼拜有下雨。好，那下雨的时候本来都水没有水，突然河水暴涨，但是这一些勇士呢，他们不仅还能够游泳，还能够渡河，所以他们能够快速的通过约旦河。不论是河东或是河西的居民呢，他们都把它赶散了，帮助大卫。好，那接下来讲到的是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族当中，应该都是至亲哦，都是好朋友。但是呢，在这里特别提到约瑟，对不起，是这个大卫啊，他也特别的谨慎哦，因为大卫他都会先把丑话讲在前面。如果你们想要做盟友帮助我，非常的欢迎你们加入，也无意伤害你们。但如果你们来者是别有动机，想要把我出卖给我的敌人，那时候他的敌人是谁呢？就是扫罗王啊。所以大卫知道啊，他带着600的人进出，好，那如果他被出卖，那是600个人的妻儿家人呢都会被出卖，所以他也特别警告，如果你们出卖我，我们的祖宗的上帝会知道，上帝会惩罚你们。所以后来他们怎么相信？大卫怎么相信呢？就是其中有一位领袖叫做亚玛撒或是亚玛赛啊。好，他这里有注记，他是30个领袖当中的首领之一啊。就是那30个名单当中，好，他就被和本翻成受灵的感动啊。好啊，这里写着上帝的灵就感动他们。好，这个亚玛赛讲出了一段祷告的话，好，或是一段宣告的话，说大卫，我们是你的人，耶西的儿子，我们站在你这边，祝你和你的盟友都成功，你的上帝是你的帮助。好，因为短短这几句话，好，但是和大卫怎么样同感一灵，大卫他听得出来，这是上帝所派来的盟友，所以就接纳他们，甚至在这里写欢迎他们啊，和本翻译是收留他们。欢迎跟收留其实意思上还有差别哦。好，可见这些人呢，他们也是走投无路。好，因为我们昨天有提到亚杜兰洞那些人呢，很多都是走投无路。好，都是等一下我们也会再看到经文，那些人甚至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有的甚至是地痞流氓。但是大卫都收留、欢迎或是接纳他们。好，所以我们不要讲说来的每个都是哇带人来投靠。有时候是他们是走投无路啊，所以很多人形容大卫这一段的人生好像是一个丐帮的帮主啊，就是带着一群社会上奇奇怪怪、奇形各色的人物，但是呢，居然能够去杀敌，居然呢大卫能够统整他们，还能够投靠非利士人，帮助非利士人来偷袭许多地方，得到许多的战利品。
但是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大卫他做事情的谨慎态度，是要能够与他同感一灵。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读19节到22节，另外还有一群马拿西支派人来跟随他。大卫跟非利士人去攻击扫罗王的时候，有些马拿西支族的战士来投奔他。事实上，大卫那时并没有帮助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的头目们怕大卫会把他们出卖给他从前的主人扫罗，所以他们打发大卫回喜格拉。大卫回喜格拉途中，来投奔他的马拿西战士有亚拿、约沙拔、耶迭、米迦勒、约沙拔、以利户、喜勒泰，这些人在马拿西军队里，个个都是率领1000人的军官。他们在大卫的军队当军官，因为他们都是英勇的战士。后来他们在以色列军队也当军官，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投效大卫，因此大卫的军队很快就成为强大的劲旅。那这一段的记载呢，我们要对照的是撒母耳记上的29章啊，刚才我们看到是27章，好，那我们现在看到撒母耳记上的29章，好，就是非利士人终究还是要和以色列人对决，好，所以这时候大卫到底要怎么办呢？好，所以果然这一天发生，非利士人和所有军队就集中在雅弗，好，那以色列人也在耶斯列谷扎营。所以5个非利士酋长带着军队部队100人，100人一队和1000人一队依次前进。大卫就跟着亚吉王走在后面，但是非利士的将领看见大卫，就知道大卫是谁，说这个希伯来人怎么在这里？这以色列人。亚吉介绍说这是大卫，是以前扫罗手下的军官，他已经跟从我一段时间，而且自从他投奔我到现在，我找不出他有什么样的差错。他让亚吉王非常的相信他，可是这一群非利士将领还是很不高兴，就对亚吉说：把这个人遣回去，打发回去，不可让他和我们一起上阵，因为大卫可能在作战的时候转过来攻打我们，为什么要牺牲我们自己非利士人的生命，让他赢回他主人扫罗的信任呢？他不就是那个扫罗杀死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大卫吗？所以亚吉这时候心里面很两难，就把大卫召来，说：我指着以色列永生的上主发誓，好，他是以色列的神的名来发誓，这个非利士人，你说你大卫一向对我忠心，我也喜欢你跟我一起上阵打仗，从你投奔我到现在，我找不出你有什么差错，但是其他的酋长反对你，所以你可以平安的回去，不要惹他们生气。如果你是大卫，会不会觉得很开心？我得到自由可以回去。可是大卫没有，大卫回答说：我有犯什么错吗？如果照你所说的，从我来投奔你的那一天，你找不出我有什么差错，那么为什么不容许我跟你一起，就是我的主我的王，就是亚吉王，一起去攻打敌人，就是扫罗呢？亚吉说：我同意的话，我知道你像上帝的天使一样的忠心，但是其他的酋长不愿意你跟我们一同上阵，所以大卫，明天天一亮，你要带领所有离开扫罗投奔到我这里来的人，就是这些600个人，现在不知道变多少人，带领他们回去啊。于是大卫跟他部下第2天一早就动身回非利士去，而非利士人继续向耶斯列平原前进啊。所以这故事呢，要继续再读到30章。2天之后，战争呢，已经开打2天之后，大卫他没有参加那场的战争，但是他回到非利士，他带他的部下回到喜格拉，就是亚吉王给他的这个城镇。亚玛利人已经入侵到犹大的南边，也进攻了喜格拉，就是来到大卫的面前。他们亚玛利人烧毁城镇，把妇女贵贱都掳走，只是没有杀人，把人掳走。大卫和部下2天后回去，发现他们的基地这个喜格拉的被烧毁，而且妻儿都被带走，就放声大哭，哭到精疲力竭啊！这一段有点长，但是听完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历代志要放这进去。大卫呢的2个妻子也被掳走，大卫现在窘境啊，所以他的部下当中就有人很生气，然后要用石头打死大卫，但是上主给大卫勇气，所以大卫在勇气当中做什么呢？他就请祭司来求问，我该不该去追击那些侵略者？祭司上帝透过祭司回答，可以，你能追上，而且能够救回。
所以大卫就带着600个人出发追赶，好，到了比梭西，好，有一部分人好跟不上，好，就带400个人继续追赶，200个人因为疲乏不堪，没有办法过河，就留在后面。后来大卫的部下在田里发现一个埃及男孩，这个埃及男孩，好，大卫就跟他立约，好，愿意给他通风报信哦，好，所以他就带他们去追赶这些侵略者，好，那果然追到侵略这400个人，大卫这个人是400人追到侵略者之后呢，看见那些侵略者分散四处，又吃又喝，狂欢庆祝，因为他们夺来的赃物非常多哦，所以第二天清早，就是大卫和这400个人休息一晚，就清早就攻打他们，从清早打到傍晚。好，敌方除了400个骆驼的年轻人，除了400个骑骆驼的年轻人跑掉外，没有一个逃脱。所以大卫就把所有被夺走的，包括他的妻子，包括他部下的妻儿，通通都救回来，还有所有的财物啊，还取回所有的牛羊和牲畜。好，然后呢，但是回来之后呢，又发生一件事情，在21节，回来之后回到那200个人休息的地方，那些人因为太累了，没有办法跟过去哦，所以当中就有人开始对大卫抗议，因为大卫也热切问候那200个休息的人。可是呢，有些人说那些人是跟随大卫当中有一些是无赖和流氓，好，这是现代中译本的翻译啊。他们说这些人这200个人没有跟我们去，所以我们不要把夺回来的财物跟他们分，让他们带自己的妻儿走吧，离开我们吧，因为他们没有卖命，没有跟我们一起上战场。可是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弟兄们，我们不可这样处理上主赐给我们的，上主保护我们，又使我们打败侵略者，谁都不能同意你们的话。所有东西是人人有份，守在后方的和上阵的应该平分哦。所以这句话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名言，就是不是只有拿刀上战场第一线有功，在后方支援的，在后方看守的也有功。好，所以25节这就定了这个条例，这条例在以色列中一直被遵守，到今天这个条例仍然适用。大卫回到他的城喜格拉，把夺来财物分一部分给他朋友，就是犹大的领袖，同时又带口信说，犹大领袖不是非利士哦，带回去犹大的朋友，说这一点礼物是我们从上主的敌人夺来的，送给这些人的名单。那大卫就是透过这些礼物来跟犹大人犹大支派恢复关系哦。因为前面呢，大卫也知道他在非利士其他的领袖酋长是不信任他的。好，所以呢这一段19节到22节就是在记载撒母耳记上29章到30章的这段故事，而这段故事也让我们读了之后可以看见大卫是一个重情重义，而且是一个非常看重公平，而且他也不会出卖朋友，好，那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好，所以这是一个大卫为什么能够成为合神心意当中一个评鉴的标准，好，也是历代志上的作者把它记在这个地方，好，就是提醒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大卫他怎么样讨得上帝的喜悦。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读23节到37节。大卫在希伯伦的时候，有许多受过训练的战士来加入他的军队，帮助他取代扫罗王的统治，正如上主所应许的。以下是这些军队的数目：犹大支族6800名武装齐备的战士，都配备盾牌和矛；西念支族7100名英勇的战士；利未支族4600人；亚伦后代耶和耶大的跟从者有3700人，年轻英勇的战士撒都的亲戚中有22人首领。便雅悯支族扫罗的那支族3000人，大部分的便雅悯支族人仍然效忠扫罗。以法莲支族20800个族中有著名的英勇战士。西马拿西支族18000人被选来立大卫王。以撒迦支族200名首领连同他们的部下，这些首领识时务，知道以色列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西布伦支族5万忠心可靠，能使用各种兵器的战士，随时可以上阵。拿弗他利支族
1000名军官以及37000备有盾牌和矛的战士，但支族28600名受过训练的人，亚设支族4万人，随时可以上阵。约旦河东岸的吕便、迦得和东马拿西支族12万受过训练、能使用各种武器的人，34到37并于上节。好，谢谢。好，那这里提到说大卫在希伯伦，那许多受过训练战士来加入他的军队，帮助他取得整个以色列统治权。好，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昨天读的11章的一开始啊。好，昨天11章就是以色列众人都到希伯伦来见大卫，说我们是你的骨肉，好，然后你要牧养我们，你要做我们的君王。好，因为上帝也透过你带领整个以色列出入，就是防守其他的敌人的攻打。好，所以这些的军，这里指的呢，好，是指武装齐备的战士，就是至少是20岁以上，然后呢是男性，而且能够打仗。好，如果是要武装齐备呢，好，就是有打仗的经验哦，所以不是青少年，也不是儿童啊，不是这个幼稚，好，都是有上过仗的经验，所以加一加，好，就算扣掉了扫罗家的3000人，好，里面呢还有34万多人，34万多人，34万多人代表什么呢？好，代表的就是撒母耳记上11章，扫罗他做王最全盛的时期，他可以一口气召集到的军队呢是33万人，所以刚好大卫又比扫罗多了1万人，表示大卫他的威信又高过了对不起，扫罗又高过了扫罗。但是呢，34万人并不是最多的，因为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民数记有2次数点百姓，就是那时候摩西要百姓数点，准备要进入迦南地，要从离开这个埃及到旷野要进迦南地。那时候呢，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呢，随便一算就有60万人哦，以色列那时候就有60万人。但是经过了数百年到大卫这个时期呢，最多有34万人，所以跟旧约的民数记比起来还是比较少。但是这里有提到几个字啊，就是第26节，这里这个没有结束啊，我们看这个有讲到名字，耶和耶大，亚伦的后代耶和耶大，利未人他们不是一个支派，他们是利未人，而且利未人当中的亚伦后裔的都是大祭司的家族。可是呢，这里也有耶和耶大跟撒都啊，所以这2个都是祭司，都是利未人，但是他们居然也参战啊，他们也拿刀也拿武器啊，要来效忠大卫，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另外呢，在32节以萨迦支族当中有200个人，看起来这是里面人最少的，只有200个人，人家都是1000起跳的或是10000起跳的，这里只有来200个人。可是呢，圣经形容这200个人首领跟他的部下呢，现代中译本翻译这些首领是食物，和本翻译通达时务，意思就是说他们能够通晓时事，而且那现在中译本的翻译就是说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意思就是他们很关心政治，很关心国家，很关心众人的需要，因为政治就是众人的事情，所以他们知道怎么样子来选择对国家、对众人、对社会是最好的，所以这也是特别提到的。所以在这里呢提到了就是有这么多，而且很特别的，我们从历代志读到现在啊，这是第一次从历代志从第3次读到现在，第一次12支派全部都到齐。我们在看这些12支派的名单有时候会忽略，怎么但的名单怎么不见了？拿弗他利的名单怎么不见了？可是在这里呢，12支派就在这短短的23到37节当中，我们有兴趣可以再去对照，12支派全部到齐，而且全部都拿武器，全部都来投靠大卫。所以读历代志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作者很用心的，就是在帮大卫巩固他的地位，帮大卫巩固他的权力。但是大卫并不是靠用他的权力、他的来得到他的地位，而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些故事当中，大卫真的是得着人心。昨天11章后面
那么多的人，40几个地方，好，30-40个地方，不同地方的人都来投靠他。好，大卫又不是用这个 Line， 又不是用发简讯的方式，那么遥远，他们就来投靠大卫。大卫一定有值得人信赖之处。好，我们再来读最后的3节，38到40节。以上这些战士都是随时可以上阵的，他们到希伯伦去，决心拥立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其余的以色列人也都联合起来，拥在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3天，跟大卫一起享受宴席。这些食物是同胞为他们预备的。人民从远在北方的以萨迦、西布伦、拿弗他利等支族前来，用驴、骆驼、骡子和牛驮着面粉、无花果、葡萄干、酒和橄榄油的食物。他们也带来很多牛羊，好宰杀食用，因为全国各地都充满着欢乐。好，谢谢。我们之前有提到扫罗做王的时候呢，痛苦的时期比快乐时期多，而且扫罗做王的这40年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圣经当中有什么开心快乐的记载哦。但是这里只不过大卫才从希伯伦建成全以色列的王，好，就才做了7年半，好，但是呢，这里就出现这样的场景，吃喝啊，然后大家是一心拥立大卫，12支派全部到齐，好，而且38节说这些战士是随时可以上阵哦，好，这个和本翻成列队上阵，好，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熟练战役，好，他知道怎么打仗，好，就是有经验的，打过仗的。所以这34万人呢，不是随便东拼西凑的，而是真的上过战场的，好，受过训练的。但是他们居然大家没有人想要自己当王，都只想要让大卫做他们的王啊，拥戴大卫，这个实在是天选之人啊，那只有上帝能够做成。那大卫也为他们预备食物。这么多的人，34万人要怎么样吃？我们也没办法想象哈。那他带了400个人，会有600个人，好，在旷野，在亚杜兰洞，好，在密云，那在一些地方躲来躲去的时候，那么多人怎么跟他一起吃喝？好，大卫好像天天有这个5饼2鱼的神迹，好一样。而且呢，还有就是他们有预备好这样的食物，好，那从各支派，特别有3个支派。以萨迦、西布伦、拿弗他利，他们是远在北边哦，但是他们也是带着这些的食物，带着这些的酒肉，带着这些的朋友，带着这些的好吃的美食啊，来这边一起庆祝，所以整个全国以色列都充满着欢乐。好，所以12章呢，好，让我们看到2个欢乐的场景哦。好，现在就是在最后的40节，还有呢前面的22节的地方。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投效大卫，因此大卫的军队很快就成为强大的劲旅。这2节呢，让我想到的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好，五旬节圣灵充满之后，到他们开始过着凡物共用的生活，好，使徒行传的第3章、第4章，然后呢后面就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就加给教会啊。就教会每天都有人受洗，每天都有人得救啊，每天都有人来到教会当中参与在团契，参与在小组啊。那在教会当中，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境，好，是凡物共用，大家存着感恩的心拨饼谢饭，然后大家能够彼此的照顾，彼此的帮助啊，是一个非常美的情境。好，而为什么能够有这一切呢？重点是因为有一个健康的领袖，而这个健康的领袖呢，就是他能够跟上帝维持很好的关系，而且呢，就如同前面这个亚玛撒的祷告，在第18节的地方说：“大卫啊，我们是你的人，耶西的儿子，我们站在你这边，祝你和你的盟友都成功，你的上帝是你的帮助啊。”所以这段话真的不是随随便便捏造出来的，而是真的说中大卫的心，也和大卫同感一灵啊。所以他们也是用祷告、用代祷加入在大卫的阵容当中。所以通过今天的经文，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反省，就是我们在同样一个教会，在同样一个生命共同体当中服侍，我们如何能够同感一灵啊，而且我们如何能够来有合神心意的领袖，能够来带领我们众人，不仅是在小组，是在教会，甚至在我们的中会，在我们的总会，在我们的社会和国家，都是要有为我们的在上位者来祷告，
当有合神心意的领袖，就能够看见上帝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哪怕来加入大卫的队友当中，很多是人眼中的猪队友因为天天都有人来，但是不是都是读书人，不是有钱人来的，还有包括流氓的，还有土匪的。但是这个军队呢，成为强大的劲旅，在这个字的意思呢，它也指的不是指他们的武装很强，指的是他们的信仰坚定所以他们这个军队呢，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不是大卫的军队，是上帝的军队，都是对上帝有极大的信心。盼望今天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多多的消化，也可以从当中看到我们在今天教会，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努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大卫如何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期，但是上帝你居然扭转他的人生，让他有这么多的朋友，有这么多的同伴，而大家一起在祷告当中彼此的来紧紧抓住神。主不论我们的人生走到什么样的地步，但是都让我们能够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信心坚定强大的军队让我们用信心来战胜一切的仇敌，也让我们能够用信心领受上帝所要给教会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也愿上帝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让教会能够过着同心合意、同感一灵、心存感谢存着欢喜的心用饭的生活来荣耀神，来使众人得着益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晚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牧师辛苦了，牧师。舒丽姐，平安。